再来看美国总统川普明仔载要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见面，针对台湾议题，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是强调讲，美国绝对袂因为为着要甲中国达成协议，改变长期的立场。咱国国安局长蔡明安今仔嘛表示讲，那川协会正是来讨论着台湾议题，伊相信川普的团队会甲台湾问题基本的立场提供予川普参考。美中川协会要开始讲叫分析，相比除了聚焦经贸，研判美中双方咧努力要建立可管理的竞争的关系，当中无排除牵涉台湾议题。大概是采取这种先易后难的方式，在管理相关的争议。那也就是把比较容易管理的议题，像是芬太尼毒品的问题、稀土出口的问题，还有 TikTok 的问题，在这一次的川协会先有一些阶段性的成果，然后涉及到深水区的是在于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像是国家安全，看起来也会触及到地缘政治的问题，包括台湾的议题。那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已经有对外公开说明美方不会以台湾的议题来换取中共在经贸优惠的一个措施。根据国防部统计，为自8到19透早，打到25架强机、5架强舰伫台海周边咧活动。国安局长蔡明安表示，到11月也就是川协会了后，也是强军年度大型演训，咱除了用充分整合对华动员甲海上部署，面对中国威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伫甲川普见面了后，佫展现亲密友台态势。一个稳固的美日安保之下所延伸出来的美日加恩理念相近国家的合作机制，那这样的合作机制有可能反映的是包括在供应链的安全，包括在应处区域的这些比较灰带的骚扰或中共的一个军事动态。我们跟日方有没有办法做一个就是战略讯息的交流交换，能够大家相互支持，稳定这个区域安全，都是区域里面的理念相近的国家。那当然，政府之间有各种的管道在进行沟通跟联系。高市上任了第一摆一笔峰会，会中双方重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多了咱外交部感谢两国政府用具体行动支持台海安全。国安局认为，透过美日安保进一步强化对区域稳定，也是正面的助力。记者综合报道。